你有冇試過行入房想攞樣嘢，點知企喺度諗極都唔記起自己要攞乜？或者見到個老友明明好熟，但個名就係去到口邊都叫唔出。好多人覺得呢啲係老咗係咁啦，自然衰老啫。但係我今日要話俾你聽，呢個諗法大錯特錯。科學家已經驚到咗一種最強嘅返老還童藥，唔使你使幾十萬去打針，亦都唔係咩神丹妙藥，只要你每日肯咁樣做，你個腦入面負責記憶嘅海馬體係可以再生嘅。今日我哋唔係講嗰啲虛無縹緲嘅養生口號，係要用紮紮實實嘅神經科學同你拆解點樣可以喺50、60歲甚至70、80歲嘅時候，個腦仲可以好似20零歲後生仔咁靈活。大家成日聽人講腦萎縮，聽落好似好恐怖，好似個腦會慢慢縮到好似粒梅乾咁。事實上，由我哋踏入30歲開始，我哋嘅腦容量確實會以每年大約0.5%嘅速度開始縮水。如果你平時生活習慣唔好，煙酒過多，或者長期壓力爆煲，呢個萎縮速度會更加快。特別係負責長期記憶同埋導航嘅海馬體，係成個大腦入面最脆弱、最容易受損嘅地方。老年痴呆症，或者我哋專業啲講嘅阿爾茨海默病，最先攻擊嘅通常就係海馬體。所以如果你發覺自己記性差咗，轉頭就唔記得嘢，呢個就係你大腦發出嘅求救信號，話俾你聽佢縮緊水啊！但係科學家喺最近呢10幾20年有一個驚人嘅發現，徹底顛覆咗我哋以前對大腦嘅認知。以前我哋以為人一出世，腦細胞就定咗型，死一粒就少一粒，唔會再生。但係而家嘅研究證實咗，大腦係有神經塑造性嘅，而海馬體係少數成個人生階段都可以產生新神經元嘅地方。呢個過程叫做神經發生。咁究竟點樣可以啟動呢個再生開關？科學家發現最有效嘅方法唔係食藥，係一種我哋每個人都做得到嘅嘢，就係有氧運動。你可能會話吓，運動？我日日都有去公園散步喎。但我想話你知，普通散步係唔夠有。科學家做過一個好出名嘅實驗，佢哋向咗一班年紀大約60至80歲嘅長者，將佢哋分成兩組，一組人每星期做3次，每次40分鐘嘅快行，即係要行到有啲喘氣、心跳加快嗰種；另一組人就只係做簡單嘅伸展運動。1年之後，你估下發生咗咩事？嗰班只係做伸展運動嘅長者，佢哋嘅海馬體縮小咗大約1%至2%，呢個係正常嘅衰老速度。但係嗰班每星期快行3次嘅長者，佢哋嘅海馬體體積竟然逆市奇蹟咁增加咗2%，增加2%，聽落好似唔多，但你要知道呢個數字等於將佢哋大腦嘅生理年齡逆轉咗1至2年。呢個發現當時喺科學界真係好震撼。因為佢證明咗我哋係可以靠自己嘅行動去令到大腦返老還童。咁點解運動會有咁神奇嘅功效呢？呢度就要提到一個好關鍵嘅蛋白質，叫做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英文簡稱 BDNF。呢種物質被科學家稱為大腦嘅神奇肥料。當你做緊一啲有氧運動，令到你嘅心跳維持喺最大心率嘅60%到70%嘅時候，你嘅身體會分泌大量嘅 BDNF。呢啲肥料會流向你嘅海馬體，刺激嗰度嘅神經幹細胞分裂，變出新嘅腦細胞，同時仲會保護現有嘅腦細胞唔好咁易死，仲會幫佢哋建立更多嘅連結。簡單嚟講，運動就係喺度幫你個腦施肥，等你個腦入面嘅森林生得更加茂密。咁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我要點樣做先最有效？係咪要好似去跑馬拉松咁辛苦先得？其實唔使，最緊要係持續性同埋強度。如果你而家係50零歲或者60幾歲，我建議你每日抽30到40分鐘出嚟，做一啲中等強度嘅有氧運動。乜嘢叫中等強度？就係你行緊或者跑緊嘅時候，你可以講到斷斷續續嘅短句，但係唱唔到成首歌。呢種強度就最能夠刺激 BDNF 嘅分泌。如果你覺得快行好悶，去游水、踩單車，甚至係喺屋企跳嗰啲簡單嘅健身舞都得。除咗運動，想海馬體再生，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深度睡眠。大家唔好以為瞓覺只係休息，其實你瞓覺嘅時候，你個腦係喺度進行緊大規模嘅大掃除。我哋大腦入面有一套叫淋巴系統嘅排毒機制，佢只會喺你進入深層睡眠嘅時候先會全力運作。佢會幫你洗走腦入面啲有毒嘅蛋白質，
例如 β 澱粉樣蛋白呢啲嘢，如果積聚得太多，就會形成斑塊，殺死你嘅腦細胞，導致老年痴呆。所以如果你成日熬夜或者瞓得唔好，你個腦就好似一間幾十年冇倒過垃圾嘅屋，入面塞晒嘢，海馬體又點會健康呢？我識得一位伯伯，佢今年已經80幾歲，但佢嘅記性好到你唔信，連幾十年前去過邊度旅行，食過咩好嘢都記得清清楚楚。佢每日嘅作息非常有規律，朝早6點幾起身去公園慢跑半個鐘，然後返屋企食個豐富嘅早餐。佢嘅早餐入面一定會有藍莓、合桃同埋深色蔬菜。呢度就涉及到另一個重點，飲食要腦部健康。科學家推崇一套叫做 MIND 飲食法，即係地中海飲食同埋防治高血壓飲食嘅結合。入面最強調嘅係抗氧化。你想想，我哋嘅腦部雖然只係佔體重嘅2%，但係佢消耗咗全身20%嘅氧氣。喺呢個代謝過程中會產生好多自由基，會攻擊腦細胞。而藍莓入面嘅花青素同埋合桃入面嘅 Omega-3脂肪酸就係最好嘅護腦食物。各位伯伯就係咁樣，一邊幫個腦施肥，一邊幫個腦排毒，一邊仲要幫個腦提供最好嘅建築材料。仲有一點好多人會忽視，就係社交同埋學習新嘢。海馬體最中意新鮮感。如果你每日嘅生活都係一式一樣，起身睇電視、食飯、瞓覺，你個腦就會覺得，既然冇新嘢要記，咁我就唔使咁勤力生新細胞啦。於是海馬體就會慢慢萎縮。點解好多人一退休記性就差得好快？就係因為生活失去咗刺激。你想拒絕腦萎縮，就要不停咁俾挑戰個腦，唔係叫你去考博士學位，而係學一啲你以前未試過嘅嘢。譬如話，如果你一世都未學過樂器，你可以去試下學彈下琴。如果你唔識英文，試下每日背幾個單字，甚至係去一條你未行過嘅街散步，去一間新嘅茶餐廳試下新嘢。呢啲新鮮感都會刺激海馬體產生新嘅神經連結。講返老年痴呆症呢個病真係好多家庭嘅噩夢，睇住自己嘅父母慢慢唔認得自己，嗰種痛真係好難受。但係醫學界而家普遍認為呢個病嘅病程其實係好長㗎，由大腦開始出現變化到正式發病，可能經過咗20年、30年。換句話講，如果你而家係40幾歲、50歲，你而家做嘅每一件事都係喺度決定緊你70、80歲嗰陣嘅大腦狀態。我再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叫做認知儲備。想象一下，你個腦入面有個銀行戶口，你後生嗰陣學嘅嘢、做嘅運動、建立嘅社交圈子，全部都係喺度儲錢。當你老咗，大腦功能開始衰退，即係開始提款嘅時候，如果你個戶口入面大把錢，就算個腦萎縮咗少少，你依然可以維持正常嘅生活，唔會咁易發病。而嗰啲平日唔運動、唔用腦、生活枯燥嘅人，佢哋個戶口一早已經乾塘，稍為有一啲衰退，成個人就會崩潰。所以拒絕腦萎縮唔係一句口號，而係一個生活方式。唔好再話等我有時間先去運動，等我老啲先算。海馬體再生係唔等人，係由聽日開始試下早半個鐘起身去樓下快行一陣。或者將你份下午茶換成一碗無糖優格加幾粒藍莓，又或者打個電話俾好耐冇見嘅朋友傾下偈。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小事，只要你日日做，積少成多，你個腦就會感受到。記住，我哋嘅目標唔單止係要活得耐，仲要活得有尊嚴、有質量。邊個話老咗一定會變到蒙查查？只要你掌握咗科學嘅方法，你有權利去擁有一粒健康、靈活、充滿活力嘅大腦。科學家發現嘅呢份返老還童藥，其實一直都喺你嘅腳下，喺你嘅餐台上，喺你嘅枕頭邊。我識得有個朋友，佢爸爸喺70幾歲嗰陣開始有初期腦退化嘅跡象，成日唔記得熄火，或者出咗街唔識返屋企。當時全家人都好緊張，醫生建議除咗食藥，一定要增加活動量。於是個朋友每日風雨不改，陪佢爸爸去公園行1個鐘，仲同佢一齊玩嗰種簡單嘅數字遊戲。過咗1年幾，佢爸爸嘅情況竟然穩定咗落嚟，甚至比之前仲清醒咗。呢個就係實踐嘅力量。大家要明白，大腦係好現實嘅，你點樣對佢，佢就點樣回報你。如果你日日坐喺沙發睇電視食薯片，你個腦只會越來越鈍。但如果你肯俾啲動力佢，佢係會報答返你一個清醒嘅晚年。
唔好俾年齡限制咗你。無論你而家係50歲、60歲定係70歲，只要你開始喐，海馬體再生嘅奇蹟隨時都可以發生。最後想同大家講，預防失智症係一場長跑，我哋唔需要追求一日之內有咩驚天動地嘅改變，最緊要係每日咁樣做，嗰種慢慢累積落嚟嘅健康先至係最紮實嘅。保護好你嘅海馬體，就係保護好你一生嘅回憶，保護好你同屋企人之間嗰份最珍貴嘅連結。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科學資訊可以幫到大家。由今日開始，一齊行動，拒絕腦萎縮，俾我哋嘅大腦真正返老還童。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嗰粒最強嘅返老還童藥就會喺你身體入面產生作用。加油！為咗你自己，亦都為咗你愛嘅人，由呢一刻開始改變。唔知大家身邊有冇啲老友記，或者你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牛油果食呢？好多人都話牛油果係長壽果，營養價值極高，又話可以降膽固醇，又話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於是乎，好多公公婆婆、叔叔阿姨為咗身體健康，就日日買嚟食，甚至當飯咁食。但係你又知唔知，原來99%嘅香港老友記一直以嚟都食錯咗啊！如果你食嘅方法唔啱，呢粒所謂嘅長壽果，分分鐘會變成攞你命嘅毒藥。今日我哋就要同大家揭開牛油果背後鮮為人知嘅6大致命陷阱。聽完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有啲老友記食到中風入醫院，甚至搞到腸穿孔咁嚴重。為咗你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呢條影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千祈唔好錯過任何一個細節。我哋先嚟講下一個好真實嘅例子。話說住喺觀塘嘅陳伯，今年已經75歲，平時身體都算過得去，不過就有少少心律不正同埋高血壓嘅問題。醫生為咗防止佢有血栓，就開咗一種俗稱薄血丸嘅藥俾佢食，即係華法林。陳伯個新抱好孝順，聽啲街坊講話牛油果對心血管好，於是就買咗一大堆靚牛油果返屋企，教陳伯每日早餐搽麵包食。陳伯覺得味道唔錯，又以為食得越多越健康，於是每日起碼食1個甚至2個。點知食咗唔夠1個月，有一朝早，陳伯突然之間覺得半邊身麻痹，講嘢甩牙甩計。送到醫院急症室，醫生一檢查，竟然係缺血性中風。點解會咁樣呢？明明食緊薄血丸，又食緊所謂對心血管好嘅牛油果，點解反而會中風？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嘅第一個非常之致命嘅陷阱——藥物相沖。好多老友記都唔知道，牛油果入面含有非常之豐富嘅維他命 K。維他命 K 喺我哋身體入面嘅作用係咩呢？就係幫助血液凝固。如果你平時割傷隻手，維他命 K 就可以幫你止血。但係對於好似陳伯咁樣需要長期服用薄血丸嚟防止血液凝固嘅老人家嚟講，大量攝取維他命 K 就等於直接抵消咗薄血丸嘅藥效。薄血丸本來係幫你通血管、防血塊，你偏偏每日食幾粒牛油果，補充大量維他命 K 去幫啲血液凝固，咁啲血塊咪又再形成咯。血塊一形成，塞住個腦就即刻中風，塞住個心就急性心肌梗塞。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輩係有食緊薄血丸呢類抗凝血藥物，千祈要小心。食牛油果之前一定要問過主診醫生，絕對唔可以自己亂咁大量進食。如果唔係，真係神仙都難救。講完中風，我哋又嚟睇下另一個好多人都忽視嘅危機。第二個陷阱就係對腎臟嘅隱形殺手。牛油果除咗維他命 K 多，佢仲有一個特點，就係鉀離子含量極高。我哋成日聽人講食香蕉可以補鉀，其實一個中等大小嘅牛油果，佢嘅鉀含量分分鐘係一條香蕉嘅2倍甚至3倍。對於一個健康嘅後生仔嚟講，鉀離子係好嘢嚟嘅，可以幫手排走身體多餘嘅鈉，有助降低血壓。但係香港有好多老友記，隨住年紀增長，腎功能已經開始慢慢退化，甚至有慢性腎衰竭嘅問題。腎臟就好似我哋身體嘅過濾器咁，負責將血液入面多餘嘅廢物同電解質排走。當老人家嘅腎功能變差，佢哋排走鉀離子嘅能力就會大打折扣。如果你喺呢個時候仲日日啪一個牛油果落肚，啲鉀離子排唔走，就會全部積聚喺血液入面，形成高血鉀症。高血鉀症係非常之危險嘅，佢初期可能冇咩特別明顯嘅病史，你可能只係覺得個人有啲攰，肌肉有啲無力，手指腳趾有啲痹，
但係當血液入面嘅鉀濃度去到一個危險水平，就會直接影響心臟嘅跳動，導致心律不正，甚至會引發突發性心跳停止，隨時猝死。所以如果有腎病底子，或者醫生已經吩咐過你要控制飲食入面鉀含量嘅老友記，牛油果對你嚟講絕對唔係長壽果，而係一個隨時引爆嘅計時炸彈。接下來我哋講下第三個陷阱，呢個陷阱可以話係最容易令人跌入去嘅，就係關於牛油果嘅熱量同脂肪。好多阿叔阿嬸去到60幾70歲去做身體檢查，醫生話佢哋膽固醇高，叫佢哋食清淡啲。佢哋返到屋企睇電視或者上網，聽到啲專家話牛油果含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係好嘅脂肪，可以降低壞膽固醇。哇！一聽到可以降膽固醇，簡直好似執到寶咁，於是就肆無忌憚咁食。以前可能食牛油茶麵包，而家就轉晒做牛油果蓉茶麵包。午餐又食牛油果沙律，夜晚又整牛油果炒蝦仁。各位老友記，好嘅脂肪，佢始終都係脂肪啊！牛油果之所以叫做牛油果，就係因為佢嘅脂肪含量真係好似牛油咁高。一個普通大細嘅牛油果，大約有250到300卡路里，脂肪含量可以高達20幾克，等於你直接飲咗2-3湯匙嘅油落肚。你試下諗下，你每日3餐已經有正常嘅飯營，額外再加1-2個牛油果，你每日攝取嘅熱量同脂肪一定會嚴重超標。結果係點呢？你以為降膽固醇，點知越食越肥，肚腩越嚟越大，體重直線上升，肥胖就會引發一連串嘅代謝症候群，包括糖尿病、高血壓，甚至加重肝臟負擔，搞出個重度脂肪肝出嚟。本來想養生，最後變成養脂肪，你話係咪得不償失？營養師通常建議普通人每日食1/4個，最多半個牛油果就已經好足夠啦，絕對唔係越多越好。好啦，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已經覺得好驚訝，原來牛油果有咁多學問，但係好戲喺後頭。第4個陷阱就係標題都有提到嘅，分分鐘搞到腸穿孔。你可能會問，食個生果啫，點會搞到腸穿孔咁恐怖啊？呢個就關乎你揀牛油果嘅狀態同埋你腸胃嘅承受能力。大家去買牛油果都知道，有啲牛油果摸上手硬掘掘，外皮仲係青綠色嘅。呢啲就係未熟透嘅牛油果。有啲老人家牙齒唔好，但係又心急想食，或者見到特價買咗啲生嘅返嚟，以為切薄片或者擺落攪拌機打碎佢就食得，大錯特錯。未熟透嘅牛油果含有非常之高嘅難消化碳水化合物，亦即係所謂嘅短鏈碳水化合物。加上牛油果本身膳食纖維極高，半個牛油果已經有差唔多7克纖維。如果老人家本身腸胃蠕動已經比較慢，消化能力弱，甚至有便秘問題，食咗大量未熟透硬掘掘嘅牛油果落肚，呢啲粗纖維同難消化嘅物質就會喺腸道入面塞車，佢哋會喺大腸入面發酵，產生大量氣體，令你肚脹、肚痛、放屁，嚴重的甚至會引起急性腸胃炎。更可怕嘅係，如果老人家本身腸道有氣室症，即係牆壁有一啲向外突出嘅小囊袋，呢啲未消化嘅硬纖維或者牛油果殘渣卡咗喺氣室入面，就會引發氣室炎。如果發炎情況嚴重，處理得唔及時，真係有機會導致腸壁組織壞死，最終引發腸穿孔，啲大便同細菌流晒入腹腔，造成致命嘅腹膜炎。所以老友記食牛油果，一定要等佢熟透，外皮變深色，摸落去有少少軟身，果肉變成好似牛油咁滑嘅狀態先好食。千祈唔好夾硬食啲生嘅牛油果，無謂為自己條腸嚟搞。跟住落嚟，我哋要揭開第5個陷阱。呢個陷阱係關於一種好神奇嘅過敏反應。好多人以為過敏淨係會對海鮮、花生或者牛奶過敏，從來冇諗過食牛油果都會敏感。其實醫學界有一個名詞叫做乳膠水果綜合症，大家可能覺得好奇怪，乳膠即係平時用嚟做膠手套、洗碗手套嗰啲物料，同牛油果有咩關係？原來牛油果入面有啲蛋白質嘅結構同天然乳膠入面嘅蛋白質結構非常之相似。如果你本身對乳膠敏感，例如你戴洗碗膠手套會手痕、起紅點，咁你食牛油果嘅時候，你嘅免疫系統就會認錯人，以為有乳膠入侵身體，於是產生交叉過敏反應。
呢種過敏反應可大可小，輕微嘅可能只係食完之後覺得嘴唇發麻、口腔痕癢、喉嚨有少少腫脹感覺。但係如果反應強烈，特別係一啲抵抗力較差嘅老友記，可能會突然全身出風癩、呼吸困難、氣管收縮，甚至引發過敏性休克，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有生命危險。所以如果你從來未食過牛油果，第一次食嘅時候，最好只係試一細啖，觀察下身體有冇咩唔舒服。如果你平時已經知道自己對乳膠、香蕉、奇異果或者栗子呢啲食物過敏，咁你對牛油果過敏嘅機率就會比普通人高好多。食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後行。最後我哋嚟到第6個致命陷阱，亦都係香港好多慳家老友記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關於牛油果嘅保存同變壞問題。香港天氣又熱又濕，牛油果買返嚟如果唔識保存，好容易就會熟過頭，甚至發霉。好多婆婆媽媽見到個牛油果切開之後，入面有啲黑斑，或者有一忽已經爛爛地、霉霉地，佢哋覺得成個掉咗好浪費，因為牛油果都唔平豆嘛。於是佢哋就會攞把刀將黑咗爛咗個忽切走佢，然後繼續食，剩下望落去好似無事嗰部分。各位觀眾，呢個行為係極度危險嘅。當你肉眼見到牛油果有一部分發咗霉，其實啲霉菌嘅菌絲一早就已經深入咗成個果肉入面，只係你對眼睇唔到咋。呢啲霉菌會產生各種毒素，如果係受到黃曲毒素嘅污染，就更加大件事。黃曲毒素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1級致癌物，毒性非常之強，就算你用高溫煮熟都破壞唔到佢。老人家嘅肝臟解毒能力本身已經退化緊，如果經常食呢啲切走爛肉嘅發霉生果，啲毒素就會喺肝臟度積聚，輕則引發急性食物中毒、上吐下瀉，重則長期破壞肝細胞，大大增加患上肝癌嘅風險。另外仲有一個切開後嘅保存陷阱，有啲人一次過食唔晒一個牛油果，就將剩低嗰半個隨便放入雪櫃。牛油果一切開，接觸到空氣就會好快氧化變黑，仲好容易滋生細菌，特別係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喺低溫環境一樣可以繁殖，老人家免疫力低，如果感染咗李斯特菌，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如果真係食唔晒，一定要連埋個核，喺切面滴幾滴檸檬汁，減慢氧化，然後用保鮮紙緊緊包住，阻隔空氣，放入雪櫃，而且最好喺24小時之內食晒佢。千祈唔好因為慳嗰少少錢而搞到自己食物中毒入醫院，醫藥費都喺反度啦。總括嚟講，牛油果的確係一種營養豐富嘅好食物，但前提係你必須要建立喺識得食同適合食嘅基礎之上。我哋總結一下今日講嘅6大陷阱。第一，食緊薄血丸嘅老友記要小心維他命 K 相衝導致中風。第二，腎功能差嘅人要提防高鉀引起心臟衰竭。第三，千祈唔好當水咁食，脂肪超標會導致肥胖同脂肪肝。第四，未熟透嘅牛油果絕對唔可以食，小心腸胃塞車甚至腸穿孔。第五，警惕乳膠水果綜合症引起嘅嚴重過敏。第六，爛咗少少嘅牛油果一定要成個掉，切開咗嘅要妥善保存，防細菌、防毒素。健康飲食係一門好深嘅學問，特別係對於身體機能慢慢退化嘅長者嚟講，任何被吹捧到天花龍鳳嘅超級食物都唔可以盲目跟風去狂食，凡事適可而止，均衡飲食先至係最有效嘅長壽秘訣。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釐清對牛油果嘅誤解，唔好再跌入呢啲健康陷阱。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有用，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記、親戚朋友，等佢哋都知道點樣正確、安全咁食牛油果，避免無謂嘅意外發生。多謝大家收睇，祝各位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无知大家身邊有某地老友記，或者你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牛油果時呢，好多人都話牛油果細長瘦果，營養價值極高，又話可以降膽固醇，又話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於是乎，好多公公婆婆、叔叔阿姨為做身體健康，就日日買零食，甚至當飯幹食。但係你又知無知？原來99%開香港老友記一直以離都實錯作。如果你食凱方法無鹽，哪裡所謂凱長壽果，分分鐘會變成攞你命凱毒藥。
今日我爹就要同大家揭开牛油果背后鲜为人知凯6大致命陷阱。听完之后你就会明白，点姐有低老友记时到中风入医院，甚至搞到肠穿孔干严重。为做你自己同屋企人凯健康呢，条影片你一定要由头地到落尾，千祈勿好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我爹先里讲下一个好真实凯例子。话说驻席观塘凯陈伯今年已经75岁，平时身体都算过得去，不过就有少少心律不正，同埋高血压凯问题。医生为作，防止区有血栓，就开作一种俗称薄血丸凯药必取食及细滑法林。陈伯个心抱好孝顺，听地街坊讲话牛油果对心血管好，于是就买做一大堆净牛油果返屋起，教陈伯每日早餐茶面包食。陈伯觉得味道无错，又以为食得越多越健康，于是每日起码11个甚至2个，点之10作无够1个月。有一朝早，陈伯突然之坚决，得半边身麻痹，讲也甩牙甩记，送到医院急症室，医生一检查，竟然细缺血性中风。点姐会干样呢？明明什锦保血丸，又什锦所谓对心血管好，凯牛油果，点姐反而会中风，那可就戏我。爹要讲凯第一个非常之致命，凯陷阱。药物相冲，好多老友记都无知道。牛油果入面含有非常之丰富凯维他命 K， 维他命 K 洗我爹身体入面凯作用细咩呢？就细帮助血液凝固。如果你平时割伤之手，维他命 K 就可以帮你止血。但细对于好似陈伯干样，需要长期服用薄血丸梨防止血液凝固。开老人家里讲，大量摄取维他命 K 就等于直接抵消嘬薄血丸凯药效。薄血丸本来细帮你通血管防血块，你偏偏每日10几粒牛油果，补充大量维他命 K 去帮低血液凝固，干低血块咪又在形成箩，血块一形成，塞住个脑就即刻中风，塞住个心就急性心肌梗塞。所以如果你或者你身边凯长辈系有什锦薄血丸的类抗凝血药物，千祈要小心，食牛油果之前一定要问过主诊医生，绝对无可以自己乱干大量进食，如果无系真系神仙都难救。讲完中风，我爹又离地下另一个好多人都忽视凯危机。第二个陷阱就系对肾脏凯隐形杀手。牛油果除了维他命 K 多，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钾离子含量极高。我爹成日听人讲食香蕉可以补钾，其实一个中等大小凯牛油果取凯钾含量分中细，一条香蕉凯2倍甚至3倍。对于一个健康凯后生仔里讲，钾离子细好也离凯，可以帮手排走身体多余凯钠，有助降低血压。但系香港有好多老友记，随着年纪增长，肾功能已经开始慢慢退化，甚至有慢性肾衰竭凯问题。肾脏就好似我爹，身体凯过氯气杆，负责将血液入面多余凯废物同电解质排走。当老人家凯肾功能变差，渠爹排走钾离子凯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你习呢个时候终日趴一个牛油果落肚，低钾离子排无走，就会全部积聚习血液入面，形成高血钾症。高血钾症系非常之危险凯，取初期可能卯灭特别明显凯并指你可能只系觉得个人有低贵，肌肉有低无力，手指脚趾有低臂，但系当血液入面，铠钾浓度去到一个危险水平，就会直接影响心脏铠跳动，导致心律不正，甚至会引发突发性心跳停止，随时猝死。所以如果有肾病底子，或者医生已经吩咐过你要控制饮食入面钾含量，凯老友记，牛油果对你理讲绝对无系长受过，而系一个随时引爆凯计时炸弹。
接下来我爹讲下第3个陷阱呢。个陷阱可以划细，最容易令人跌入屈凯。就系关于牛油果、凯热量同脂肪。好多阿叔阿婶去到60几70岁去做身体检查，医生话渠爹胆固醇高，叫渠爹食清淡低，渠爹反倒屋起地电视或者上网听到低。专家话牛油果含有丰富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细好凯脂肪可以降低坏胆固醇。一听到可以降胆固醇，简直好似直到饱干，于是就肆无忌惮干食。以前可能食牛油茶面包，而家就转晒做牛油果蓉茶面包。午餐又食牛油果沙律，夜晚又整牛油果炒虾仁。各位老友记，好凯脂肪，取始终都系脂肪啊。牛油果之所以叫做牛油果，就系因为取凯脂肪含量真细，好似牛油干糕。一个普通大细凯牛油果大约有250到300卡路里，脂肪含量可以高达20几克，等于你直接饮作2-3汤匙凯油落肚。你是下沈下，你每日3餐1斤，有正常凯饭送，额外再加1-2个牛油果，你每日摄取凯热量同脂肪一定会严重超标。结果细点呢，你以为降胆固醇，点知越食越肥，肚腩越离越大，体重直线上升。肥胖就会引发一连串凯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甚至加重肝脏负担，搞出个重度脂肪肝处理。本来想养生，最后变成养脂肪。你话细咪得不常识。营养师通常建议普通人每日食1/4个，最多半个牛油果就已经好足够了，绝对无细，越多越好。好啦，讲到呢度，大家可能已经觉得好惊讶，原来牛油果有干多学问。但细好细细后，头第4个陷阱就细标题都有提到，凯分分钟搞到肠穿孔。你可能会问，10个生果者点会搞到肠穿孔干恐怖啊？那个就关乎你减牛油果凯状态，同买你肠胃凯承受能力。大家去买牛油果都知道，有滴牛油果摸上手硬决绝，外皮重细，青绿色凯，拿滴就细，未熟透凯牛油果。有滴老人家牙齿无好，但细又心急想食，或者见到特价买作滴生凯反离，以为切薄片或者摆落搅拌机打碎取就食得，大错特错。未熟透凯牛油果含有非常之高凯难消化碳水化合物，以及系所谓凯短链碳水化合物，加上牛油果本身膳食纤维极高，半个牛油果已经有差不多7克纤维。如果老人家本身肠胃蠕动已经比较慢，消化能力弱，甚至有便秘问题，食作大量未熟透硬决绝凯牛油果落肚，拿低粗纤维同难消化凯物质就会袭肠道，入面塞车，渠爹会袭大肠入面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令你肚胀、肚痛、放屁，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急性肠胃炎。更可怕凯西，如果老人家本身肠道有气室症，极细肠壁有一滴向外突出凯小囊袋，那低位消化凯硬纤维或者牛油果残渣卡作袭气室入面，就会引发气室炎。如果发炎情况严重，处理得无及时，真系有机会导致肠壁组织坏死，最终引发肠穿孔，滴大便同细菌漏晒入腹腔，造成致命凯腹膜炎。所以老友记食牛油果一定要等去熟透，外皮变深色，摸落去有少少软身，果肉变成好似牛油干滑凯状，太鲜好食。千祈无好加硬食滴生凯牛油果。无谓问自己调肠离稿，跟住洛梨，我爹要揭开第5个陷阱呢。各陷阱系关于一种好神奇凯过敏反应。好多人以为过敏性系会对海鲜、花生或者牛奶过敏，从来毛审过食牛油果都会敏感。其实医学界有一个名词叫做乳胶水果综合症，
大家可能觉得好奇怪，乳胶极细，平时用梨做胶手套，洗碗手套搁低物料，同牛油果有咩关系？原来牛油果入面有低蛋白质钛结构，同天然乳胶入面钛蛋白质结构非常之相似。如果你本身对乳胶敏感，例如你戴洗碗胶手套会手痕、起红点，干你食牛油果钛时候，你钛免疫系统就会认错人，以为有乳胶入侵身体，于是产生交叉过敏反应。那种过敏反应可大可小，轻微钛可能指细食完之后觉得嘴唇发麻，口腔很痒，喉咙有少少肿胀感觉。但细如果反应强烈，特别细一滴抵抗力较差钛老友记，可能会突然全身出风籁，呼吸困难，气管收缩，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生命危险。所以如果你从来未食过牛油果，第一次食钛时候最好只细食一细啖，观察下身体有某灭无舒服。如果你平时已经知道自己对乳胶、香蕉、奇异果或者栗子呢低食物过敏，干你对牛油果过敏钛，几率就会比普通人高好多。食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最后，我列